今仔日伫咱中间传讲上帝信息的是咱本堂的蔡牧师，伊要所讲的主题是但以理活出生命价值，但以理活出生命价值。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青年主日，咱要做伙来关心青年的工作。青年时代是影响人价值观上界重要的一个时期。我到今仔日也阁非常感谢遐个伫我青年时代为我带来正面影响的牧长甲朋友。我心中感觉因真正是我生命中间的天使。虽然要做伙来看圣经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伊对少年服侍到伊老，牧师将今仔日的题目定做活出生命价值。望咱做伙来学习，除了咱使用家己的生命来荣光上帝以外，咱也会当栽培真济要荣光上帝的少年人。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诗阮听堂的主，阮感谢你。你搁一遍吸引阮来到你的诗阮宝座前，互阮同心敬拜你，甲你亲近。主，这是阮要注心来看你的话，阮期待会通透过你的话来更新改变阮的观念甲生命。所以，阮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会通了解你的话，也赏赐阮教育的信心甲听心，会当将你的话实行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光你。主，阮的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主要是要甲大家看《但以理》这本册。《但以理》这本册真长，所以过去2周内底，牧师拢有提醒大家爱先读一遍。但是我这时阵有缘简单甲大家介绍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的故事是发生伫犹太人被掠去到巴比伦的这个时代。当时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没，所以巴比伦王叫做尼布甲尼撒，伊有一个特别的政策，就是伊会掠伊所侵略占领的这个国度中间一寡青年有聪明的人，来掠回去到伊的王宫内底来训练，然后将来成做伫王宫内底会当服侍伊的这个人。所以但以理就是伫这个时刻，伊原是少年的时阵，就被这个王选到王宫内底去做训练，去服侍伊。咱知影伫异教的君王的统治下面，虽想要维持家己的信仰，是相当无简单的代志。咱来明白，犹太人有真济来自上帝所传予因的律法，因爱生活中间爱注重这律法，遵守这律法，因安尼才能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得到上帝的欢喜。但是伫一个异教的君王的统治下面，要安尼行实在是真无简单。但是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但以理甲伊的朋友有缘掠上帝做要紧，掠信仰做要紧。但以理伫这王宫中间经历几来个王，后来有一个王叫做大流士，伊是这个波斯马代的王。伊做王了后，有一个政策，就是伊任命国内总共有120个人做总督，然后佮竞选但以理以及其他的总长来管辖因。但是伫圣经中间，互咱知，但以理的智慧甲能力，超过其他的总长甲总督。所以这个大流士王非常非常欣赏伊，想要提拔伊，帮助伊来治理全国，互伊做宰相。但是咱知影吼，一个人得到王的欣赏，马上会引起其他人的怨妒。
所以这个人就想要用诡计去找这个但以理的空芳，看伊咧做代志的时阵有啥物款的空芳来攻击伊。但圣经同咱讲，但以理咧做代志拢真公正，拢真照起工，所以因找袂到任何空芳来攻击但以理。但是这个时阵，因就知影讲，除了对但以理的信用，伊的宗教信用来下手，若无真正找袂到空芳，所以因就去找王。要求王爱做一个命令，伊就对王讲：“王啊，你遐尼伟大，遐尼值得全国的人来你尊重，所以你就下一个命令，互全国的百姓伫一个月内底，袂当王以外的人求什么，也袂当家己的神明来祈祷。讲王啊，安尼你开能显示你的伟大，甲互人尊重你。”所以，若违反这个命令的拢爱等入去西亚黑内底，互西来吞食落腹。所以这大流士王听到安尼建议，家己感觉真欢喜，讲大家拢来尊敬我，这当然真好。伊就同意，就下这个命令。但是圣经中讲，但以理知影王有这个命令了，犹原照伊的习惯，每一天伫个房间内将窗仔拍开。面对着耶路撒冷，然后对上帝祈祷。这个人马上就找到伊的空芳啊，伊就走去王的面头前来控告但以理，讲这但以理公开去违反你的命令，伊竟然一日三遍向伊的上帝祈祷。伊讲王啊，安尼要安怎办？咱知影，人古早讲君无戏言啊，王的命令袂当随便改变。所以虽然王真欣赏但以理，但是犹原爱照伊的命令去执行。所以王虽然真唔甘愿，真无想要安尼做，但是无法度，就只好将但以理迄入去西亚迄内底。但是王啊，规暝烦恼讲毋知但以理会安怎。第二天早起时，就赶紧走去迄个西亚迄看但以理拄着什么款的代志。结果圣经中讲。上帝但以理保守，所以遐个狮完全拢无伤害伊。王啊，通过安尼知影讲遐个人要害伊，所以将遐个人俩ฮ็入去西亚ฮ็。然后咱看见着圣经真奇妙的是，这个时阵这个大流士王，伊下另外一个命令，对天的人讲：现在伫我的帝国中间，无论各族各国的人，拢必须要尊重但以理的上帝。因为伊是永远伫地的上帝，所以但以理的故事，咱简单来看到这，咱来思考看卖。但以理是一个怎么款的人？伊安怎伫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间，犹原活出美好的见证？其实这个今仔日，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以及这群青年人相反。咱拢活踮伫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间，咱来学习，但以理安怎运用上帝所赏赐伊的恩典甲气力，互伊活出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其实咱总共来看，咱发觉但以理有三个真重要的原则，互伊会当运用伊的生命，成做其他人的祝福。第一个原则。就是伊无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讲伊甲这个世界无相款啊。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咱看见着，但以理被带到这个异邦的王宫中间。拄则的经文讲，因为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伫啉食顶面有真侪限制。犹太人将这食物分做有清气的，甲无清气的。因绝对无食这无清气的物件，所以但以理伊就决心无要食这王宫所提供伊因犹太人的律法看做无清气的这物件。但是这个看过伊的人惊讲，万一你若食恁家己要爱的物件，伊拢要求讲伊互伊白滚水以及这蔬菜，安尼较袂去沾染着这无清气的物件。这看过伊的人烦恼讲，万一若恁愈来愈瘦，愈来愈无健康，安尼王会处罚我。但以理就讲，无恁试10天啦。
10天了后，你才来做评估。结果圣经中讲，10天了后，毋干那无较瘦，无变做无健康，但伊你甲伊的朋友，比其他食这王宫所提供的食物的人，佫较健康，佫较臃肿。然后毋干那安尼，上帝佫赏赐但以理甲伊的朋友有真好的聪明，所以当因被带到王的面前的时阵，王问伊任何的问题，无论什么困难的问题，但以理甲伊的朋友拢会当顺利来解答。因所提供的答案比因国内所有这个术士好10倍。因为咱看见着但以理伊伫这个时代，伫迄个时代做即款的选择，所以上帝就祝福保守因，毋简单互因的身体得到保守，佫较健康，也互因有智慧去面对因的挑战。虽然今仔日有关犹太人的律法，咱看见着新约圣经中间，保罗有无共款的诠释，无共款的解说，但是今仔日牧师爱大家注意一件代志，就是咱去看到但以理的一种决心啊，就是讲伊无要甲这世间的价值观妥协，伊深信只要顺服上帝的律法甲旨意，上帝保守伊，上帝恩典会临到。咱今仔毋通看讲这只是一件小可代志尔嘛，食死有啥物款的重要？但是咱来明白，如果伫当时但以理接受伊的建议，无法度守掉这关，这个第一关，接续迄个试炼道一直来到。所以咱看见着，但以理伫即款冲突中间无妥协。其实咱所踮的这个环境，嘛常常要求咱爱去对这个世间的看法去行。如果你若坚持你的原则，世间人讲你是愚妄的，可能会失败。但是咱伫这个决定中间，要做什么款的选择，才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咱来去思考。我看到真侪人，家己对家己讲，我咧做生意吼，我若无去交际应酬，绝对无法度做着生意。其实我看大多数的人吼，其实是伊爱去交际应酬啦，伊真爱去交际应酬，所以伊家己来家己讲我若无去交际应酬吼，我无法度做着生意。其实敢真正是安尼？做生意上界重要就是信用、诚实。咱若会当诚实，会当有信用，别人自然而然，这咱甲咱交关的这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愿意甲咱做生意嘛。但是咱家己来家己讲我需要交际应酬，才通得到这个生意。我伫我过去所服侍的教会中间有一个执事，伊是建筑师，伊当出来开业的时阵，伊嘛爱对人讲爱去交际应酬，才会当得到这迄个工作，才会当有生意通做。所以就对人去交际应酬常常安尼，家己无一定做到啉酒但是啉甲大家拢醉茫茫伊讲伊有一天，若去交际应酬了就想要驶车转去，但是伊迄天实在啉了伤醉伊感觉讲驶车伤危险，伊就将车停伫路边。讲我困半点钟我就等下精神较好，我较转去。结果讲一困煞困到天光啊！一直到人喺扫路边迄个清洁的乌巴桑看到一个人倒伫车顶毋知这人是死是活，来拍伊的窗伊较醒起来。伊就讲伊将车要驶转去路顶，伊想讲我当出来开业如果这是我的生活，我敢要一世人拢过这款的生活。后来伊对家己的反省，伊发觉讲，其实要甲人做生意上界重要就是你的技术、你的信用。你若技术好，佮有信用，自然人爱甲你做生意所以就这个方向去改变，会当摕掉的这应酬完全拢摕掉。结果上帝嘛替伊开路，互伊的事业经营了真好。
所以圣经甲咱讲，但以理伊无要甲别人相共，伊倚靠上帝，上帝互伊得到稳定。咱看罗马书的12章的第2节讲，毋通去甲即世间同款，爱心意更新来变化家己，恁就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顺转、通欢喜的旨意。其实今仔日这个世界，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影响咱新的一代。咱用所有的成功来评估一个人，伫课业顶面爱真好，伫事业顶面爱经营了真好，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人。敢真正是安尼？牧师顶礼拜咧讲理动的时阵，就甲大家讲过，每一人拢有上帝互伊无同款的恩赐，互伊无同款的才能。咱咧帮助遮的囡仔、遮的少年人，会通照上帝所互因的恩赐来发展家己的生命。今日在我当看一个短片，伊讲吼，如果若叫一只鱼去爬树啊，这只鱼啊一定感觉伊真戆，有讲拢袂晓爬嘛。但是如果你把这只鱼放伫水内底，伊会自由自在去游。所以，但是咱常常拢有一个咱所谓成功的标准，要求这少年人爱照安尼去。咱敢会当调整咱的策略，来建立一个所在，来帮助这少年人，让去思考伊生命以及伊甲上帝的关系。互因建立一套甲这世界无同款的价值观，互因伫这世界中间来为上帝做见证。我记起我伫大学的时阵，迄时阵对人去做家教，我兼2个家教，一个月当赚7000块。我大概毋通讲7000块真少。迄阵我伫大学的学费吼，阮工学院，我会记这学费一学期是7997块。我老母摕8000块互我，大概拢通找3块，放伫家己落地啊。所以一个月赚7000块，对迄个时阵是相当好。所以我家己真得意，感觉家己真牛。我迄个时阵伫台南大专中心，伫遐咧参加团契。我一直感觉这个所在是一个培养青年人、建立青年人价值观的一个真重要的基地。伫遐有真侪这学长看我安尼袂使。有一个学长就对我讲，提醒我，讲你今仔日去教的，拢是一寡爸母有能力，所以因出钱来栽培因的囡仔。这人天生的经济条件比别人较好，所以你去服侍这人。但是你敢有注意到，有一寡家庭连家己的生活费用拢有问题，这人的囡仔拢无人关心。伊叫我去家去想，伊老讲即句话，我会记起我迄暗真正困袂去，因为心中足挣扎。明明知影讲爱去帮助这个囡仔，就爱牺牲我家己。另外一方面，我嘛感觉讲，我若有较侪钱吼，我会当享受这个钱财带互我的利益。伫遐变来变去，想袂晓。后来，我就讲试看卖嘛，将我一部分的时间摕出来，去较乡村的所在，一寡较弱势的所在去开客服班。安尼做吼，不但无收入，搁爱家己摕车马费去到迄个所在。但是迄个过程中间，我今仔回忆起来，我伫迄个过程中间受到足大的祝福，因为我看见一群的细囝，因为咱的服侍，因会当认捌上帝，而且因为咱的服侍，因变做真侪有愿望啊。迄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代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将咱教会青少年牧区变成做安怎？我甲青年牧师、裴牧师、新的青年牧师、裴牧师沟通了后，我有一个共识：双年教会要成做一个基地。咱伫咱这个所在，帮助少年人去思考因生命的意义。帮助这少年人会当去追求家己的梦想，互上帝使用，来成做为主做梦的一个这少年人。咱的少年教会要成做一个基地，就是培育这新的一代，
会当荣光上帝，会当祝福人的一个所在。所以，请大家爱为这代志来祈祷，而且亲自参与。我顶礼拜有讲，咱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咱拢对有影响力，特别是细囝甲青年人。咱来用搁较侪疼心来栽培因。我确信，咱的教会是充满希望的。第二项，咱看见着，但以理，伊真特别，有第二个原则，就是伊敬畏上帝，超越过来自权势压力。这是伊信仰的原则。圣经中间讲，因为但以理，伊有真好的才能，所以王想要委托伊去治理整个的帝国，但是引起别人的怨妒，因就要找伊空旁，而且搁伫伊的作为顶面找无任何空旁，只好安那对伊的宗教信仰下手。这时阵，但以理就面临一个决定：如果伊若要继续敬畏上帝、敬拜上帝，照王的命令，伊就爱面临死亡。但总是这个时阵，但以理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伊相信上帝有伊美好的旨意。咱看见着，伊伫这个坚持信仰的过程中间，上帝的新约基础，就伫这个过程中间发生。亲爱的姊妹，咱看见着，但以理听到王的命令了后，伊转去照习惯，就是伊往常拢安尼做，伊犹原安尼做，因为伊看敬畏上帝是伊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代志。王的权势，伊看做是次要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做一个上帝囝儿甲查某囝，咱永远爱简单敬畏上帝。当然，咱也顺服权柄。如果这个权柄是敬畏上帝，咱就顺服伊。但是如果这个权柄是抵挡上帝、抵挡真理，安尼当然活踮伫这个世间，咱无要顺从。咱要训练的青年人嘛是安尼，因为咱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使用咱的性命，活出价值来荣耀上帝。咱交予上帝，上帝自然会伫头前引带。亲像但以理遐尼有信心。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记载，但以理真忠心活伫迄个世代，伊伫王宫内底服侍，经历古来的君王，最后每一个君王拢真尊敬但以理，甚至伊知影伊是一个有圣神的灵甲伊同在，就是上帝甲伊同在的一个人。如果你来去看但以理第5章，你看见着尼布甲尼撒王的囝接续伊做王了，有一天就伫这王宫内底车花宴乐，甚至将迄个因对耶路撒冷圣殿中间抢来的这杯啊、这盘啊，摕出来咧使用咧车花宴乐，叫上帝真生气，互因看一个新俩，就是空中有一只手伸出来，伫迄墙仔顶面写字。啊，写这字，这王甲所有的来宾拢真着惊，讲这到底什么一款的意思？找所有的人来拢无法度解决。结果，这个时阵，这个王的老母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王后，这太后就出来，伊对伊的囝讲，伊讲伫你的国中有一个人，伊内面有圣神的灵，伊会当解决你所有的代志。这个人叫做但以理。咱请咱大家注意，讲这个太后伊是外邦人啊，伊毋是犹太人，伊无信上帝，但是伊伫但以理的生命中间，看见着伊是上帝甲伊同在的人，所以人看见着但以理的生命，就明白伊有圣神的灵伫伊中间，明白上帝甲伊同在。亲爱兄弟姊妹，当然，但以理到尾有解决这个问题，伊讲出这个异象的意义。但是，牧师爱大家注意，看见但以理的生命，就是别人看见伊，知影有上帝甲伊同在啊。咱今仔日讲，啥货是好的基督徒？一般的教会咧定义好的基督徒，就是
有真热心敬拜，伫教会中间真尽力参与服侍，嘛真尽力去奉献。啊，平常时就灵修、注意灵修，啊，甲上帝亲近。咱一般咧定义好的信徒是安尼。当然这无毋对，但是一个真正好的信徒是啥物？这是人会当对伊的生命中间去看见到，伊是一个信上帝的人，有上帝甲伊同在的人。人会当对伊的生命中间看见到，这就是我羡慕的生命，我也要甲伊相共。这才是真正水的见证。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互人明白，当咱甲上帝同在，活出丰盛的生命，都互人欣赏，这是上界美好的见证。我伫咧读台湾宣教的书中间，看到真侪上帝的罗卜，甲但以理相共，人会当对伊的身躯顶看见着圣神甲因同在。举一个例来看，伫中部咧做工的这蓝大斌医生甲伊的先生娘，连马玉先生娘，因当心伫彰化地区咧工作。我看到资料讲，因的生活真简单啊，早起时啉白滚水，然后煮食就是食一寡碎肉所煮的糜，也是讲有时就甲当时阵的宋乡人相共食迄个番薯签番薯签饭啊，是番薯签糜。所以本地人拢来笑讲一个做医生的人，去食安尼，去外国人去食安尼，讲因这食的是叫做番仔食，就是讲。宋乡的人食即款，因就食即款。但是伊遐尼勤俭因却帮衬真侪这宋乡的百姓。咱特别医生有时会去彰化的街头，伫遐找遐破病的流浪汉，无人照顾的流浪汉，将伊带转去病院治疗。那遐流浪汉有时身躯破病，规身躯拢生疮，然后流脓流血。别人拢无爱接近伊，但是咱医生带抱起来，带放伫迄个三轮车顶面，带送转去病院内底来治疗。所以，当你想看觅，伊四周的人看到伊安尼做，大家安怎看这个人？讲这个人甲普通人无共款啊，伊是真心疼这个人，所以伊的疼心甲行为，互人尊称伊做。彰化地区的活菩萨，人会当尊称一个人上界大的尊称，就是伊甲一个神相共嘛。所以当时彰化民间有一个俗语讲：南门妈祖经，南门的所在有妈祖经；西门兰医生，西门的所在有兰医生。伊的地位已经提升到一般人上界尊重的神明，所以伊对当地的这个当地人的重要性甲影响力真大。有一遍伊去迄个鹿港看诊，患者真侪真侪，伊就一个真用心来治疗来关心。但是咱也知影迄个时阵交通毋真方便，所以伊若无赶迄个尾班车伊就无法度转去到彰化的所在。有一遍伊看患者伤侪，已经到车帮要走的时阵，规车顶拢客满了遮人客，但是站长下令讲，兰医生来才会当开车，就是火车会等伊的人啦。咱今日到半的人讲，咱无准时去，来搁伫遐等伊。无，但是站长知影讲，这个人咧服侍别人，所以咱来服侍伊。规车的人无怨言，连火车嘛等伊。所以可见兰医生是偌尔受人尊重。所以，这款的人伫伊生命中间，人得咱看出上帝甲伊同在，伊甲一般人无共款。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咧讲一个人的价值，毋是伊拥有偌济，我是啥物身份地位，我有偌济产业。圣经中间，咱的信仰中间咧看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伫伊祝福偌济人，伊服侍偌济人。伊荣耀上帝有偌济？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青年主日，咱来反省，咱家己敢袂当亲像但以理、亲像兰医生同款，
诚做一个别人所欣赏的生命。相款，咱也一定要注重咱教会青年的时间。咱总回答青年的定义是40岁以下，咱中间40岁以下的请举手。40岁以下请举手。大家有诶唔敢讲家己几岁放下来咱来想看卖，如果咱今仔日若无注重青年工作，拄则举手的人无到一半，我看无到1/3啦。如果咱若无注重青年工作，50档、60档了后，咱拢去上帝遐。我今年53岁，50档了103岁已经去上帝遐。但咱无注重青年时光，咱就剩遮的人，就剩拄则举手的遮的人。真正欧洲的教会就是安尼嘛。到尾将礼拜堂变卖，互人做酒馆、做舞厅，甚至变卖互穆斯林回教的人。所以咱今日若无真注意这件代志，明仔载咱就承担这个后果。所以牧师期待，咱少年教会要成做一个基地。互青年人伫遮做梦，但是是为主做梦。咱做伙来为青年人祈祷，互遮青年人真正诚做主所重用的器具，来延光伊的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创造阮，互阮活命。阮爱珍惜这款的恩典，来活出生命的价值，来延光你，祝福人。阮上时将教会中间的青年、少年，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帮助因引带因头前的路站，互因用因的性命来延光你，祝福人。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